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今天好多妹妹都来这边洗澡。这是我叫阿说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阿说，么么哒。来了，一筒子，为你一筒子，爱你哦，么么哒，一筒子。哎呀，多可爱呀！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美女呢，这是阿刀14号啊，阿刀啊，不弄哦。现在好热了啊！今天这边好热，特别热，40度啊！美女都来这边洗澡。哎，来的，来阿刀边的。哎，哦，那我带着我好像可能去中央等去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阿奶要洗澡。阿奶，那是什么呀？肥皂啊，这是老挝的肥皂啊，小哥点，这是怎么样啊？妹妹你是怎么洗的？阿奶看看，好美。洗脸啊，洗脸啊，洗皮肤，洗澡都是用一个肥皂啊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看我家美女在干嘛呢？阿奶看一下，阿奶。阿刀他们两个名字用洗头发呢，在洗头。要拿这个去给两个妹妹在那边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今天我们要到河边洗澡洗衣服了。看看这前面是我小姨啊，小姨舒服吗？家小姑娘帮我洗头。然后美女在帮我小姨洗头啊，然后后面阿刀帮小雨洗头，小雨帮我小姨洗头，看看你等了，老挝太热了现在哦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4号啊，白云。大家好。还有两杯。大家好，我叫白云，我是4号。过来一起洗澡哦。过来。一起洗澡哦！一起洗澡哦！妹妹在这边洗澡呢。弄个山了呢。红椒啊！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玛丽，在干嘛？洗衣服。我在洗衣服。洗衣服哦。今天是我们这里停水了，没有水哦。我们在一条河，在我家附近，一条河洗衣服啊。手凉不凉啊？不凉啊。要不要过来帮玛丽洗衣服啊？可以洗手洗澡可以啊！今天我们来洗衣服洗澡一起啊！天气比较热了，现在太阳都出来了。